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伫彩色人生这单元内底呢，要特别为你继续邀请到真耶稣教会草港教会蔡雪辉姊妹，今日要来甲咱见证分享耶稣基督伫伊身上这恩典。所以姊妹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日要来分享神伫我身上的足多恩典。边啊是真元兄，主持人你好，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真感谢主啊，有这个机会，搁伫遮呢甲大家来分享神的恩典。咱已经听了真元兄的信仰历程，甲伊伫人生生活当中的一寡操练。伫操练当中，无听到什么怨言，只听到感谢甲感恩。这就是基督徒伫人生当中这个上宝贵的这个力量，也是神上欢喜的这个节，就是用感谢做节来显露天地的真实。今日呢，要特别邀请到真元嫂就是雪辉姊妹呢，要意愿呢，甲咱来谈论一寡有关信仰上甲倚靠神的历程。因为咱知影讲，咱今日活这世间，今日有机会来相信耶稣，毋是讲安尼，咱就已经完全啦，已经是一个表现真好的这个基督徒，还是讲伫各方面呢，咱拢会当安尼学习得真好。其实这拢有一个神互咱操练甲机会，甚至伫机会当中主要所基督迄种怜悯甲带领，甲伊的保守。我请问雪辉姊妹，你本来是倒位的带什么人？我带彰化关区。恁细汉就拢带入去哦。嘿。你算第几代的生啊？第二代。算前恁对恁爸爸妈妈遐先来信。你的信仰这历程当中，你有啥物种的感受？对信仰的体验是对结婚了后。你较早伫未结婚以前，算较无咧聚会啊？因为迄阵就是讲咱基础拍了无好，因为家庭真正散车所以讲。拢比较甲教会较无接触，所以会变做习惯，所以较无爱亲近教会。感觉讲生活较重要，袂讲去教会对咱有啥物种的帮助安尼吼。规阵嘛是拢会去参加教会活动，教会拢一定会去。毋过就是讲听到国中了后，开始出社会了后，就比较就教会较疏远咯。虽然讲疏远，但是心中还佫有神。也知家己是得到。一直到人甲你介绍咱真元兄，加做你的先生。以后你就来到咱草港遮，来到草港遮了后，你有啥物种的这个感受？感谢神互我有一个真正稳定佫真正美好的婚姻啦。佫来就是讲，我先生这边的家庭真正稳定。所以讲迄阵就是结婚了是个标准型的家庭主妇。迄阵是用职的，就是伊的这贵姓伊就是若4月就是饲虾4月迄阵上靠来斗3工，佫过头中秋过了后，阮就拢用阵就比较有时间，佫来就是教会有聚会，就是按照日拢会参加。那安尼来参加这聚会了，就感觉讲以前咧聚会，甲即摆咧聚会感觉就无共款。结婚了后的聚会，就是袂输做一遍咱的心窗重新打开，又搁一遍拍开，算去享受最后所有话。聚会人有咧聚会听听到人，还是讲了的人那边咧啥物爱咧讲啥物，我拢听有入去。伫这当中建立一个真美好的基础。为遮开始拍基础，有一个倚靠的信息嘛。所以咱听到你的先生今晚听伊拄着心脏这主动脉剥离这个现象，对于生命一个真危险的当中甚至面对着讲伫这个家庭当中的一寡困难，我相信讲这若是无一个真好的信仰根基来讲，讲要赢过这个困难，甲有一个理智甲智慧，甲一个温柔的心来超越这个难题我相信讲一定真难的，无法度。假使最后说若无讲伫这段这个历程当中，甲你带领，你听一寡道理，你伫基督伫最后所的体验当中去谈着最后所的滋味。我相信讲伫拄着家庭的困难当中，你讲要捌神，或者你会感觉讲这是一个知识尔，但是要真正讲伫了解神的时阵要真正进入基督内底，要来专心投靠神。我相信讲这毋是一个知识，这是一个全人对神的一个了解。所以咱才会当真平真安稳来超越这种苦难。我听讲你伫80几年的当中，你算搁较早一年，早一年你原来有面对着一个真大的患难，不过这个患难最后说嘛是算最后说甲你保守了这个代志是安那你会当甲因为
民国76年遐吼，结婚了就有心吼，嘿，去做产检，产检的当中，医生发现讲，你的卵巢有瘤呢，毋过医生佫讲，不要紧，这对咱生育拢无啥物影响啦，就只要来有观察就好啊。我就会记得讲，医生差不多干那迄边甲提起迄瘤的代志了，了囡仔生产做一胎，过来第二胎，我拢伫迄杨海明迄妇产科遐做接生的迄个，拢无佫讲起这瘤的代志安尼。直到民国87年4月就是阮超工教会对室外灵恩报道会伫杨我厝的所在，咧做暗时的对外报道。第2暗我会记得要去参加要参加的时阵就知身体无讲介爽快，就安尼腹肚安尼悠悠啊疼，后壁甲只安酸酸安尼，真正无好势啊。我想嘛袂使啊，要对外报道嘛是爱来参加，所以就来讲会出去滚街，嘛是到会场我去到遐都无看我徛袂调，坐袂调，就是按咕咕安尼，就头前听后壁听，迄款姿势就是咕咕安尼，摸的安尼。到一个事情姊妹就讲，小慧你是安怎？我腹肚疼，我后壁呢食袂爽快，足艰苦的。伊讲无你安也毋是办法无我甲你载带。好无你先甲载带休困伊就讲无安尼疼嘛袂使转休困嘛无效，无我先载你来教会有一个药剂师就是顺牛啦讲无先载来顺牛遐摕一个药无你安疼迄足艰苦嘛没办法，先缀者好无好就去到顺牛遐伫遐就问我安怎，就甲讲就讲食药嘛是爱食药，来咱跪来祈祷。所以阮三个就伫遐就就地就伫遐跪来祈祷，祈祷一段时间了，阮就结束就伊就送我转来。就甲我讲雪蕊你安尼嘛袂使你爱去互检查，我无咧，我毋捌检查，因为爱去互看来已经疼那严重你无去检查，哪会知影要原因？我好啦，无我来检查。暗时就甲先生讲事情讲叫我来去互检查看卖。讲是家到身体无快，我嘛是爱去看我就讲无，伊甲我介绍伫河边一个和生妇产科啦，我就去互伊看伊就医生和医师都甲我讲，你两槽倒边有一粒8公分的，你敢毋知？我讲我毋知伊讲这大爱开刀我讲若爱开刀，我爱转来甲我先生讲啦，讲连迄啦，这爱参详啦，爱转讲者。我就转来就甲我先生讲，医生讲我倒手边有一粒瘤，头8公分大，爱开刀伊讲你爱开刀对啦，毋过你敢要一间检查，就要去遐呢，佮换别间较大间的，若要准备开刀嘛，爱去较大间的，莫谈遐。安尼好啊，无来基督教看卖因为即种我地区都基督教较大间，因为嘛毋知妇产科医生要找谁啦，就挂一个周邦新，周医师就甲挂，就去问诊啦就医生安尼好来。伊嘛甲我做检查的无，甲我做超音波伊讲倒手边有一粒瘤8公分对啦，毋过正手边一粒要5公分，你敢毋知？我毋知啊。伊讲这确实爱开刀，无你会诚艰苦。我若是爱开刀，万紧我嘛是爱转来甲我先生讲安尼啦。伊讲哪你若转去参详看安怎，若是爱开刀，你挂后礼拜好安尼。我好无你甲我挂后礼拜好，我再甲我先生讲，较来讲看安怎安尼。转来甲先生讲医生讲一边8公分，一边5公分，确实爱开，无对我身体定定都按疼嘛，毋是办法。先生讲嘿啦，若该爱开，有病就爱医啦，先生爱处理，搁去第2遍的问诊。医生就讲，若有决定要开刀，嘛是爱搁排伊讲无你后礼拜搁来做简单的身体检查，就是心电图胸腔，一寡验血验看咱一寡有问题无安尼。到后礼拜星期我就照安排，就去接受一寡检查，后礼拜搁去看报告。去看报告当中，医生讲，一切拢诚好，会使开安尼。我无安尼好啊，若使开无咱就会使排约日子啊嘛。我就约伫5月29，安尼你7点40到3楼报道，你排队一刀安尼，我就开始安尼。我当中搁过这一礼拜内底因为靠伫教会事工参与啦所以我应该讲我当时茫甲排工课，因为我有代志。迄阵嘛无讲我要创啥物，来讲我有代志。尾就可能会知影我4月底有咧艰苦，嘛是姊妹会知影。尾咧问我讲无啦，要来去开刀啦。嘿啦，就有一个阮先生的堂妹伊嘛是咱教会真正热心的姊妹
伊就讲啊，我有一个小姑仔吼，是伫基督教是麻醉科的，看我当时啊，伊特别要反悔小姑仔，特别甲我注意讲，咱就讲这麻醉嘛是足重要的，所以讲伊特别反悔小姑仔。25、29下早，阮就开始7:40就到病医三楼报到，嘛是会做一寡简单的检查了后，入去手术房吼，确实咧，即阮咧晚期头尾后有甲安排，因小姑仔入去就咧讲哎，这阮嫂嫂的堂嫂会安怎，啊特别甲阮注意，有迄无？讲一大堆，甲阮做真好的安排安尼啦。当人爬去手术台时阵吼，我就会记咧讲。护士甲迄一寡迄个助理吼，都甲问讲啊，小姐啊，你有心脏病无？高血压无？啊有糖尿病、气喘无？我甲答复讲有，我有过敏性的气喘。伊讲好啊，搁一遍，小姐啊，你有共款的讲，有心脏病、高血压啊，有气喘有糖尿病无？我有过敏性气喘。安尼个问安尼了，搁就会记都讲好深呼吸，就人就毋知跑行去啊。医生是讲，我要用腹腔镜的啦，腹腔镜是足简单的手术安尼。我会记得差不多到恢复室，人有小可意识的时阵吼，我有听到小姐吼，迄护士小姐咧讲，这个吼是小刀变大刀的啦。其实我是毋知讲啥物小刀变大刀的啦。是出去到保良病房头4、5点遐，有听有先生咧讲，手术当中吼，医生有甲伊叫入去。这段是了，阮先生讲吼。因为头是要开小刀，人拢是感觉这小可代志尔袂要紧，较袂去想到外国就是。这中间就是伊本身有迄个肠吼去掂咧，本来是用腹腔镜，到尾变成开刀是用子宫煞摕掉。算医生甲你建议咧。医生讲你若无摕掉咧，讲会做迄个，真有足大问题。所以爱甲你探上就对啦。所以以前我都不想。这是算已经手术中。喺咧手术中一直做落去咧手术的中间，才叫我入去。我嘛咧等我奇怪，安尼遮久拢也无消无，因为因咧有拍明白什么时阵咧创咩已经写讲蔡协会在手术中，手术中那拢无消息，但是医生咧叫，我就开始见到是安怎来安尼。入去了才甲我讲吼，你面紧张无啥物，即摆就是讲本来是腹腔镜敢若摕掉尔，但是因为伊粘连足严重诶，嫌子宫嫌这拢爱清去。我阵我就是感觉讲反正都交代是，我来讲你看安怎做，安怎做，你安怎做。开刀了后，开到尾就足顺势诶。到底伫内底安怎伊甲我讲了，我就出，伊讲好你出去外口等，我就外口等，但是嘛等足久诶。本来是1、2点钟诶代志，规个到尾开5、6点钟。是尾医生来到病房，咧甲阮太太讲，因为伊家己一寡症状吼，伊开刀出来，有一寡骹手会麻啦，手骨敢若袂出伫整入就要治疗，病嘛拢会麻。伊咧问我讲，是安怎样？我嘛毋知，无我咧问护士，我叫护士，我问护士，护士嘛讲伊毋知，应该开刀出来，人拢是正常诶，安尼。伊嘛袂当了解，一遍过一遍拄来，我真诶手骨敢若袂是讲伫张要亲像要离开诶感觉。我搁去问护士，护士嘛毋知。尾就是主治医师来，我咧甲问，阮太太来安尼。伊讲，恁太太拄甲阮出草，你会知袂？我安怎甲你出草？伊才咧讲，跟外邦人讲，这鬼门关甲求转来呢，拄还没转去呢。是啥物原因？伊讲伊有气喘，拢无讲。我问阮太太，你哪有气喘，哪会无讲？伊才咧讲，伊有甲伊讲，伊甲伊问2遍，又甲伊讲，叫因无听到。伊才咧甲医生讲，医生讲吼。你会发问题，就是因为急救，因为伊过敏性气喘嘛。你麻醉药爱足注意，可能下了较济，变做气管会缩起。得做一寡迄个急救的措施。所以变做在产生出来手骨会张啦，脚骨会麻。因为安尼本来2点钟的代志，变做4、5、6点钟。急救上佫无讲，我嘛毋知影。所以讲，这若毋是神的保守，若毋是神的看顾吼。实在讲诶，真正讲今仔日阮太太嘛无伫遮啦。真正讲，这是真正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恁两个吼来分享安尼吼，恁真正是可怜的夫妻咧吼。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剥离，一个是先天性的这种支气管吼，已经过敏了。真感谢主了。咱就要去请这碗倒啊吼，后来你啥物种感受？感觉当听到医生安尼讲的时阵吼，满心感谢啦。神啊，佫留落我的性命，真正感谢神吼，佫爱我呢。变几啊种的粘处的考验吼，本来讲8公分的吼，倒平块下平讲5公分的，出来佫讲子宫内底原来有，讲还佫摕，出来佫处理这个手术的当中，佫产生这种小颗现象，然后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正实在是常拢啉到着你。不过。那咱即晚兄咧讲，若无神咧保守，讲起来有可能讲一个小手术也变大手术，
大手术佫变做讲小可，煞袂当呼吸，所以安尼过了嘛，几工了就出院啦。大8工，一直拢真顺时啦，一直到今仔日拢无啥物问题。所以会当应付着88年，咱今晚兄这个大病连续操就对。应该嘛是拢会使讲是心理好啊，因为我若无迄边去接受手术，佫继续拖落吼。反正已经6个月拢爱听下半个月呢。那就无迄精神解开来。要你处理这代志。伫人生的这个操练当中，伫信仰的这个点进点面，你还佫有啥物会当甲咱做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我是感觉讲一个咱身为一个基督徒茫甲做挂名的基督徒啦。较是讲你爱全投入啦，因为较早来讲诶，就结婚了，你算过来了，这算亲身家己。我家己有体验，我感觉我为结婚了对神。是搁再一次的明白，为什么我会讲啊？因为我嘛深深来感谢神，听我，较会我加入基督徒的家庭中啊。因为若毋是神要治我即摆可能嘛是嫁外邦。安尼吼。因为我迄阵啊，足侪外邦的，就是讲无信耶稣的人，无信耶稣的人，才会清理来追求就对。足侪。伫4个兄弟姊妹当中，我神特别恩待我，我加入基督徒的家庭中。所以我迄阵啊，就做一个转变了，我就是基督的儿女所以我终身我爱坚心，一心一意爱来追随主。所以迄阵啊，就是开始就是对教会聚会，一定是拢有去教会聚会。迄阵啊，开始的时阵76年到78年遐，确实是拢敢若参与聚会尔，无参与教会一寡侍奉的圣工。到头78年，就渐渐有咧接触。到82年了后，教会就咧响应讲爱谈教会，大家聚会说谈遮爱餐交通培养兄弟姊妹彼此中的感情。真有意义的一个提议毋过无人煮食是无当食的啊。所以阵啊，嘛是真感谢神，因为敢若厝内也煮，这足正常毋过这会花大点都无共。都真正5年的一个机会教会顶面姊妹刚好伊无用，帅位无你帮我处理，我好啊，我就为变开始，我好无我来请咸饭。教会姊妹大家学讲，那会遮好食呢，我开始连开始就成就家就参与了了后就开始吹书，过来就有接待嘛有录音嘛有采买。我听讲今晚说，你较早还未结婚以前，你根本无咧煮食。早囡仔啦，都是咧煮。嫁来甲吴家安尼，讲起来嘛是一个小家庭啦，小家庭。较早拢咧饲牛啦，鱼啊啦，一寡只海产物件。讲起来要煮食的时间嘛有限啦，要处理教会大灶，才一人要食讲起来这实在是需要因素。我感觉确实是神。互我的恩赐啦，因为咱知讲神互咱的恩赐无共，为的姊妹伊就要抒琴，为的姊妹伊就是要教诗，毋过神互我恩赐就是互我要主持。只要咱肯付出，肯合作，主要说就增加咱某一方面的因素。会加添。伊其实主要说嘛知影咱因素伫倒位，虽然咱有当感觉讲咱无因素，但是主要说知影你有因素。伊会加添你因素，只要你做。你会感觉讲做得真好。所以你伫教会煮饭做安尼做偌久的时间？头为82年开始参与。佮有其他伫侍奉当中你的感受来讲，主要所引点吗？我感觉愈做神祝福愈多，比如讲零零碎碎足多啦，做算袂完有2个特别较深刻，佮较有迄个我讲出来大家分享者对，一个就是公司要食饭个，结果因发来贴吧是伫安息日，我若是伫安息日，我就诚艰苦，这边讲啦，免去无要去。伊其实个安排因为伊发贴吧的时阵，我嘛知讲教会要敬老会，敬老会迄边阮有特别要用爱餐，100几个要谈教会用爱餐陪老人食，嘛是由我来全部处理。所以个嘛有一寡工课佫现实，我就甲阮先生讲，这毋免写回传去了，咱无通去了啦，歹去啦。伊个是伫安息日，哪有可能？因为若伫安息日甲当拄咧，阮拢袂参加，一定是以安息日为主啦。因为都无报名去公司啦，公司差不多，我嘛是讲都无报名就无啊，全心拢准备要教会敬老的一寡工课。我经过2礼拜因咧公司的主办小姐就讲就打电话来讲黄太太你哪拢无报名？我讲都拜六哪有可能报名？伊讲袂使呢，总经理讲恁一定爱来啦，有要摸彩恁今年甲恁留2个假，恁一定爱来。
我讲好啦好啦，无甲阮报2个啦，阮9月无用煞，阮7、8点啊若有闲，阮9月无用煞，阮就过安好啦。好啦，无报就报，甲阮报2个好啊啦安尼。所以就嘛是无咧想迄个代志，就是拢全身拢伫9月吼，拢就感谢神吼，迄天就差不多教会主餐吼，就6点外结束。就阮2个就紧转身，阮细细就讲无紧诶咯，要7点就无紧来去餐厅来看卖。来就去伫新港公司安排迄餐厅遐吼。公司这边现在嘛特别真用心，办30、40桌都真正大。去到有摸彩券，阮是基本的2个摸彩券，我毋知讲迄基本的摸彩券已经等落伫迄摸彩箱内底了。我就讲今年你迄个小姐咪讲，咱今年有甲咱传2张摸彩券，今年去讨安尼啦。今晚就去摕啦，结果摕着1张啦，来宾是的啦吼。我讲毋是2张，哪会1张？别紧啦，算了，咱本来今仔日都无想要来啊，迄张加就好啦，摕1张。结果头摸彩吼，就摸着阮，摸着就毋知1500块啊，阮就是讲，反正阮是不在意要去摕迄种啦，就就咧叫歹势，逐个做项过就，阮先生就讲别紧，佮家己管出去，佮互员工去抽啦，互员工去中大奖安尼啦吼。就食当中安尼。大家都咧抽，哪会有阮凯盛诶？佮叫阮诶公司诶名做凯盛实业社啦。就讲凯盛，哪有阮凯盛？就讲现金来3000块啊，偌济啦吼。阮先生就讲卖啦，咱佮甲管厝，佮互，因为咱也无共赞助吼，佮甲管厝，佮互因，就咱好啦，咱煞。因为因这边有一个大奖，就是最新型的电视机啦。我都毋知影，就是哪个啊摕2奖啊即摆共得拢，阮拄好甲内底迄师傅内底因拢总有30外个基本的迄个员工，公司请职员。讲共得人咧讲我项目紧紧去抽做加装安尼啦。结果我嘛毋知，我还有一支卡伫内底。结果抽，逐个人咧期待说。大奖会领到就像迄个，较是阮拢毋知影。结果讲，大家拢抽煞了，员工诶基本拢抽煞了。还有一支，因就咧要讲凯盛有2支，安尼凯盛讲哪有可能无啦，无可能无啦。结果抽出来讲这样凯盛啦。所以无言当中迄边迄小姐甲讲，黄太太恁有较好呢，你看恁的心，你看恁的心，有咧甲恁照顾啦，恁摕到大奖呢。我感谢神，可是我嘛无意中要摕的啦，所以迄是神事的。可是我印象上中，因为咱常常拢参加足侪活动摸彩可是毋捌得奖的。这边是神特别恩待我们让我们得到那个大奖那个大奖嘛还未甲采风的。过来就是有一遍，因为当年咱总会拢安排一寡学生联欢会，有这边因为SARS的关系所以拢停止啦。各地教会家己去举办，你举办这嘛是一个问题啦。教会就咧考虑讲要连续3天这这嘛是要有人来处理啦。因为若照教会安排是要有3组大组的因为教会炊事有大组就是咧应付大型的炊事组因为佫毋是休困难的是。拜2、拜3、拜4，所以若有一寡少年的炊事组拢，主家组拢是一寡较少年的。这边甲伊安尼调查看迄组长拢讲无人啦，大家拢咧上班要都叫人来煮安尼。全部太太就讲 ，sorry 我看迄一顿尔拍算啦，有大组嘛拍算嘛无人，无你3天拢互你来煮。讲好叫一寡阿嬷的来斗警察，就讲好啦，别紧啦，叫有人斗警察就毋是问题啦。所以就感谢主，就安尼甲稳开，为菜尾整个所有主家拢爱家己处理。感谢神，虽然工牛真正无用，毋过神嘛，互我有时间去看着在工过安尼。所以就按3天煮来，煮到第2天我煮刷头收2点我回去嘛。回去我先生就咧甲我讲，艺玲就是阮公司因咧就有生管部门就讲艺玲咧找你，讲你讲咩订单安怎你讲你若有敲电话甲伊联络。我讲好啦，我休困一下。我就3点我甲伊联络，我一定有啥物代志伊讲用黄太可能会搁落订单，会搁增加订单，不得要2卡柜的量我好啦，别紧，你若整理好拍互我。讲好，我下晡若整理好我就传过互你看。我好别紧。到下晡因下班因无传过，然后别紧，反正7月吹尔，7月单早的若
菜工一寡抓伤，我体质拢还过会有，物料拢还过会有要紧。反正我迄3工的心思就是伫教会要注意3工的趋势安尼吼。到第3工最后一工，吼，就就收款款的吼，已经2点我就用就转去，了，结果传真来就3卡柜啊，剪过然后就要做剪加3张订单就3卡柜啊。啊，其实这我嘛是等着啊，就剪接着单就看，啊，就一寡动作看，爱做该爱做爱做。阮7月14、15、16，阮就去上巴陵去访问吼，阮家己去遐行，因为上巴陵一寡兄弟姊妹足好诶，阮大家拢真正有咧联络啦。爱是早就预定好诶，啊，伫车顶我就忽然讲啊，做3工诶工是温台3卡柜啊，我就咧分享咧，互我伫车顶咧讲咧听安尼。啊，所以阮先生嘛听讲林东确实咧，做3工收数3卡柜啊。上个奇妙就是讲吼，到7月头20日，我2个囡仔带落伫屏东，啊，我7月20日落去，囡仔讲叫我着爱落，我着想干嘛落去甲看。在电话当中吼，拢咧联络讲，倒一卡柜啊要出，倒一卡柜啊毋出啊，倒一卡柜啊2点钟变化真正大。人们讲即卡即礼拜一定爱出掉。开始我啊，都无我讲啊，这超前哦，这超前这个电刀的物件，哦，这真费气安。我开始一直联络，二家甲伊联络，到5点要5点遐讲，黄太太迄张甲所有的进程吼，有第2批增加的5卡柜啊，就一张订单，尾到一张订单，点好我阵仔转来，我嘛无甲想遐济啦。我好啦，促销就促销啦，啊无要出就无要出，转来一切我进入南部，转来啊个。较处理，啊！说拜礼拜毋转来，我就甲我小姐甲讲要促销订单，我报阮先生讲，今晚你看，这做2遍增加5-6卡，无甲倒一张订单留，你看拢促销，啊！你看这就是做新港地来3卡柜啊，原封不动，拢玻璃话呢，阮就安尼咧家咧彼此咧谈论啦吼。若是神要互你诶吼，别人安怎唱安怎断吼，拢袂甲你。去，啊！这促销的原因就是因为阮咧顶啊吼，外销顶啊是要订茶，啊迄边茶合放了，甲咱这边电刀讲起化学作用，啊，所以阵啊因美国对这健康吼，讲伊安尼对因倒来有毒，几十年后吼，会对因的下一代无好，所以因真正注意，真正反弹，所以因一定要遏制这电镀的代志，爱改善无因无爱接受安尼啦，所以促销是因为电镀的促销，啊，毋过。尾啊，增加我所讲的讲，做3工先讲，新数3张订单来，对嘛是有电镀的，偏就是无促销着。啊，这所以种神要互你的，就是要互你的啊，任何人都袂当甲咱抓去。这是我感觉讲对新港内底吼，不但讲这新上事的吼是额外啦，啊，毋过我感觉讲这事吼当中吼，我一个感觉是讲。咱愈事吼，甲神吼愈接近，啊，咱愈拄着代志吼，咱愈会去找求神嘛。啊，神嘛有这个，神嘛有听咱的，神嘛了解咱的需要，啊，甲知影咱的需要倒。尤其伫即马这个时机诚歹，各方面的这个生意拢足歹做的时阵吼，咱永远还佫会当有工课好做。真感谢神，因为神的祝福，那当业的拢还佫真享生阮啦。我即马确实还佫历史消息，做袂去我即礼拜。那迄拖柜啊，昨咧甲讲，当娘有毋对无？12卡呢？我毋对，要到15卡，嫌甲柜啊要到15卡咧。我收影无？啊就输死啦！我即摆爱一直冲啊，做袂去啊，做袂去。因要咱的吼，假使你对神付出的是啥物神拢暗中咧甲咱关照。啊，咱伫厝内面啊，真热心，啊，真第一这信仰的这兄弟姊妹吼，我真正嘛。听到一个咱教会咧开修理厂的这兄弟咧讲伊的同行拢来找伊讲啊你还佫有工课好做啊？伊讲你著无爱来信耶稣，你若来信耶稣，你著有工课好做吼，因为阮拢敬拜神啊，甲主祈祷，主要说你看，自然人客拢来啊，本来拢互别人做，煞毋知影哪啥。硬要叫咱做，咱无想要做，伊嘛要叫咱做，所以工课做袂起啊。这真正是蒙神的祝福，所以愈事方是愈甘甜啦。啊，愈事方嘛，愈得到主更较侪因素，毋惊讲无因素啦，只惊你无要做。咱毋做嘿啊。咱若愈事方，咱会愈体会咱因素增加，嘛体会神的祝福是满满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真经超过，因为即马就是讲，已经几来年前吼，我著参阮先生就定咧想讲。确实的神互咱的祝福是满满，神的恩典嘛是满满。啊，毋过
咱嘛是爱随时吼，爱活考试啊，因为什么时阵咱会来想事在身，修处嘛是在身，所以咱爱特别爱谨慎啊，爱谨慎诶。是咪请咱今晚遐甲咱补充一下？讲到这做工课当中吼，我讲两项吼，第一就是应该是旧年9月联欢会吧。联欢会前呢无单，阮太太就咧紧张啊。我讲免紧张啦，因联欢会到啊。我是个人爱咱做工啦，所以无法你做工课。你今日即摆带烦恼无啊？联欢会煞吼，单做你足做诶，你免惊。叫真正联欢会煞了吼，开始做袂哩啊。真正做24小时。感谢主。真正是新诶文典，搁一件就是一规脱毋对。有迄个想法做毋对，送去外国啊，照讲即种物件拢爱靠钱，你若即个靠来靠去，真正就做好无够。结果呢，包括公司诶人嘛，伊嘛敲电话讲，恁个神真正甲恁照顾呢，做遐久毋捌拄到即个代志呢，做毋对，叫你问想法做过互伊，搁出一规互你做，搁换一骹，搁等于本来你做毋对，照讲是爱罚啦，叫无甲你罚，你想法做过互伊，搁落迄骹贵，搁落来，你搁做对诶，搁做互伊安。安尼啊。你搁做一家去补呀呢？钱交照常搁发互你。所以讲这真正吼是新的文典，我这嘛真大的感受啦。自从我顶边去大陆了后吼，因大陆的兄弟姊妹呐做线工的，因的厝、因的家境大同足好，真正因咧做线工神甲因祝福。所以我就感觉讲吼，真正咱嘛爱做线工，因咱做线工绝对袂落空的。咱心中若有神，神会甲咱祝福。凡事交代互神，毋免烦恼遐多。只要什么代志拢甲交代互神，神一定甲咱开路。有拄着什么代志，就亲像我破病，我的病遮严重，假使若毋是神，我今仔日无可能伫遮。阮太太若毋是神，因为小刀变大刀，甚至甲小可，假使若毋是神的看顾，神的保守，可能阮今仔两个无法度伫遮，伫个空中参大家来见面。所以呢，阮即摆心就是凡事拢喜乐。阮即摆安怎讲，干那一句话，感谢主，就是甲神互阮的恩典分享互大家，互大家当了解。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吼，真正爱赶紧来信耶稣，上面呢咱已经信耶稣的这兄弟，咱嘛爱借着敬愿兄吼，甲敬愿嫂吼，因为这个见证当中，咱相信讲，真正是伫超人当中有神的保守，伫保守当中有神的看顾甲祝福，这真正是要互咱伫信仰当中来得到进步，上面要体会神更较大一个祝福。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访问志愿嫂甲志愿兄就到这。咱以后若有时间咱再搁请因来做一个分享。咱今仔要做伙来邀请咱先来听着比伫空中做伙来祈祷。奉主所基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永在地，我们感谢有努力，因为你是创造天地全能的真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永生的真神。也是看顾阮人类的神，你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无论伫倒位，你拢是一生伫咧牧养阮的神，是随处听着阮祈祷的神，是审判全地主。主啊，你要将你的真理来赐予阮，透过着圣经神的话，将你的旨意传达互阮，互阮会当来借着不断的学习，甲来亲近你呢，来明白你互阮的旨意。就亲像后生查某囝，定定甲老爸亲近共款，会当来明白父母的心思甲伊的意念。主啊，阮也要定定来亲近你，更加来认识你，互阮通好明白你，互阮会当知影阮人生是啥物目标，你爱阮的旨意。因为安尼，阮无论拄着任何的境况，阮拢知影万事拢是互相效力的，是要互阮遮的听神得益处的。因为你的旨意原来是美好的。虽然阮眼前有一寡困难，但是阮拢知影你的旨意永远是美好的，为了要互阮得到信仰的造就。主啊，当阮明白你的旨意了后，更加求主你赐予阮力量，互阮有顺服的心，愿意将你的旨意实行伫阮的生活当中。阮一切拢伫真理内面来顺服，无体贴家己的软弱甲个性意见，只体贴主你的心意。主啊，阮愿意谦卑，无用着阮卑微软弱的理智。阮愿意主会当定定加强阮的信心，赐阮力量，互阮会当看到更较长远的目标，
用着你所赐予阮的信心，做阮伫咧奔跑着真信仰的开力，甲做圣工的力量。主啊，阮搁再次伫你面头前来感谢罗罗，借着今日所有这的见证，阮更加来认捌活命宝贵，活命尊老拢是在乎你的手中。阮的生活当作尊老，真正是你的手中。透过了患难，互阮会当更加来珍惜着活命价值，在乎天顶的精神，也在乎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会当坐坐为着主你来传福音，来拯救万百姓。也求主你开启着阮亲爱的听众朋友的心窍，来信靠着主你的救恩，对他依旧永远。我来将一切荣耀、尊贵、宽平、能力、救恩，拢归主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咱以后咱有机会，咱会当搁请伊来分享一寡信仰上的体验。咱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